够敬拜上帝。然后因为这样子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敬拜，让我成为音乐祭司，也让我学习主的话语。然后在练习当中，我们都会像一家人一样，一起很有欢乐，一起大家共同敬拜上帝。然后线上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唱听预备请加多啊。开始哦。在这个地方唱诗歌赞美你，让我能够都像一家人一样很欢乐。以下的时间都求主能够顺利的进行。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继续站立，我们继续站。